哈嘎巴玩事溜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徐薇。圣诞节的时候，大家都会用英文说 Merry Christmas， 客家话怎么讲呢？祝你圣诞节快乐！圣诞节，圣诞节。对了，就是圣诞节。那你有拿到什么礼物呢？你有拿到吗？给礼物吗？你就是你，有没有拿到？哎，收礼物最高兴了。拿到就是拿到的意思。嘛给什么礼物？你有没有拿到什么礼物呢？你有拿到嘛给礼物吗？有啊，有啊。爸爸送我一只表，妈妈送我一本书，要我珍惜时间，爱读书。有，阿爸送我一只手表，手这是手。bell 就是表，书 bell 书 bell。阿妹，我的妈妈送我一本书，一本书，书就是书本的意思。再来跟我念一次。有啊，阿爸送我一只书 bell， 阿妹送我一本书。I'm boy， 一起看示范演出哦。哎，祝你圣诞节快乐！你有拿乜嘅礼物冇？哦，有啊，阿爸送我一只书表，阿妹送我一本书。耶！下次再遇到圣诞节的时候，不要只会说 Merry Christmas， 你也可以说圣诞节快乐哦。鸦片起วี祝大家圣诞节快乐，安子 say 再见。